阿龙小书店，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做工仔人》Podcast。又搁到咱小解语序的时间啊，请大家做伙来听看卖。台语内底的阮甲咱，拢是咧讲两个人以上的群体。毋过真侪台语语感较无遐好的朋友，常常会甲阮讲做咱讲做阮。这有时若听到人讲毋对，虽讲是知影伊的意思，毋过就是会怪怪客客，感觉话讲得无遐水气安尼。今日咱专工做即出来解说看卖咧，看敢会使帮助大家对即两字搁较有理解。咱直接用情景来解说，比如讲，我甲我的小弟今日出门，拄好去撞到美玲的，感觉真欢喜。佮拄好食豆的时间嘛要到，这时我就讲，无咱做伙来去食饭，好无？即阵即个咱是咧讲啥？是在场的三个人拢总有算哦。咱即个字，就是所有听到即句话的人拢算在内。同款是拄则迄个情景，我若甲美玲的讲，好，真欢喜和你开讲，安尼阮爱先去食饭啊。有闲才来阮兜坐。即时即个阮是咧讲啥物人？是我含阮小弟，美玲的就无算在内。阮就是讲本地含你是共一阵的人，比如讲是家己厝年的人，共公司的、共组的、共班的、共国的，共一个群体去拄着另外一个群体也是个人，才会用到阮。佮讲一个例来补充，像讲。阮查某囝甲我讲，今日咱班的合唱比赛得第一名呢，安尼敢对？毋对哦，因为我倒毋是伊的同学，咱就是会甲听到即句话的人嘛算在内。所以，即句就爱讲做，今日阮班的合唱比赛得第一名呢。搁来一个例想看卖，明仔载规家伙仔拢爱出动，要去陪梦。老爸就讲。今仔日阮着爱较早困的，明仔载真早着爱出门，安尼嘛是毋对，因为安尼囡仔会听做是老爸甲老母较早困就好。即阵着爱讲咱，才是规口罩拢爱较早困。有一个笑话是安尼讲：春娇和志明两个人拢离过婚，一人拢有一个前一段婚姻的囡仔。搁来，春娇和志明两个人缘分到啊，怎结婚？尾啊，因两个人佮生一个囝，就安尼5个人做伙生活。有一天，志明到厝，看到上细汉的咧哭，赶紧问春娇是安怎啊？细汉的哪会咧哭？春娇啊无奈甲应讲：哎，就阮囝甲恁囝做伙拍咱囝啦。上尾迄句话实在巧妙佮深刻，用来解说咱今仔日的主题佮真拄好。总讲一句，你若听到咱，就是过来要讲的代志有包括你；你若听到阮，就是过来的代志无包括你。精差就伫遮。当然，阮即个字，有的人是讲做阮，这是腔口差，意思无啥物无共。毋过有一个甲顶面所讲的情形无共的例外，亲像讲，有人来试电铃，咱甲问讲，咱对要找。咱去食饭，走倒会来问讲，今日咱要来食啥？拄着青训人，咱甲请教讲，请问咱安怎称呼？伫即款所在，即个咱是咧表示你的意思，是安怎会安尼？咱台湾人本地就教礼数，安尼共问，表示讲咱是家己当做家己即边的人咧对待，较亲切，较有人情味。安尼，咱今仔日的阿龙小书店就先小解到这，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，有闲搁来哦。